咁右翼日本右翼係咩東東嚟嘅咧？所謂右翼咧，其實即係泛指保守勢力，係嘛？咩叫保守勢力咧？至日本咧，其實咧有個傳統嘅，咁佢哋都認為咧，即係我哋嘅民族啊，即係日本嘅民族啊，係一個即係危急存亡嘅民族。大家知道日本其實都幾即係個地理位置都幾大鑊嘅，因為有颱風啦，係嘛？更大鑊嘅地震啦，係咪海嘯啦、古靈精怪嗰啲嘢？即係我哋咧，即係理解右翼咧，就可以用張子強理論嚟理解。張子強咧犀利喎，張子強，張子強係咩回事咧？即係佢臨死嘅時候都講過番説話，人哋問佢有冇懺悔，佢都話佢喺農村裏邊啊，即係如果佢唔出嚟搏咧，佢都係死嘅。咁佢梗係要出嚟搏一搏啦嘛。咁所以日本咧自古以嚟都係一種咧所謂嘅征降論啦，甚至乎咧即係征服中國，欲征服即係朝鮮咧就要征服中國，咁等，要征服世界就要征服中國噶咯。咁所以咧慢慢咧即係日本咧就形成咗一種咧保守勢力，即係以擴張為主嘅呢種所謂保守咧，就係以所謂嘅本土民族復興啦，係嘛去擴張。咁所以咧日本嘅右翼咧，即係自古以嚟都係好大鑊噶啦。近排咧有一單新聞，我覺得幾有趣喎，即係日本右翼咧，即係建立咗一個新嘅組織係嘛，叫維新會。咁維新會咧喺最新嘅民調裏邊咧，竟然壓過咗在執政民主黨喎，成為咗日本一大嘅新興嘅政黨嘅勢力喎，係嘛？即係追得上呢個嘅即係在野自民黨。咁所以咧，你見到咧石原慎太郎等人咧，呢啲係日本嘅裏邊咧係大有市場嘅喎。即係啱話趙博士講咧，就答咗一位叫 Fire Dragon 00網友嘅問題，究竟軍國主義係咩？即係